1905年到1920年呢個 expressionism 表現主義，呢個表現主義咧主要係表達個人情感。個人咩情感咧？就係嗰啲唔開心嘅情感，嗰啲鬱悶啊、恐懼啊、死亡啊、難受啊嗰啲情感。咁你主要嘅有兩個畫家咧，一個係叫做埃貢直勒，另外一個叫做 Edvard Munch 蒙克。咁啊，埃貢直勒咧就好早死嘅，28歲就死啦，哇，好後生。咁咧佢咧就一生人咧都伴隨住好多好多死，佢老豆梅毒死，佢3個大佬死，佢一個家姐死，佢老婆懷住個細路死，佢睇佢老婆死咗冇幾耐就即刻死，咁全部咧就呢啲咧好多裏邊咧都有關嗰啲病痛啊各方面呢啲事。咁佢咧就係希特勒嘅同學，由個老師咧就係呢個克里木特 Klimt 都畫嗰個分離主義，畫個 Kiss 嗰個克里木曾經參加過一戰啊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蒙克 Edvard Munch， 佢咧就好長命嘅喎，81歲先至死喎。咁咧就係喺1944年德國侵入二戰嘅時候，侵入挪威嘅時候佢先至死。咁咧就佢呢度咧有講佢媽媽死，佢家姐死。咁有張好出名嘅畫咧，就係佢家姐喺佢好後生嘅時候，佢睇住佢家姐死，就畫落嚟佢家姐死嗰個場面。咁咧佢曾經亦都同佢個情人咧爭奪手槍咧，就打咗斷咗自己隻手指骨。咁咧就佢老豆咧係個軍醫嚟嘅，從細咧同佢個成長咧就細個咧講埋都有好多死嘅故事，嚇到佢哋咩咁，之所以籠罩住啲陰影，童年陰影。咁佢咧就曾經畫過嗰張好出名嘅畫，就係叫做《吶喊》啦。咁跟住咧又畫過阿尼采啦。咁樣畫過好多啲畫面咧，全部啲色彩好暗淡啊。啲人物好扭曲啊，好唔開心。咁美術史發展到依個階段咧，佢呢個藝術咧作為呢個人性表達嘅工具咧，就唔單止咧就表達美嘅啦，即係唔單止表達啲開心啊、啲花啊、啲陽光啊嗰啲嘢，而家開始咧就表達注重個人嘅情感嘅表達，表達啲鬱悶啊、唔中意啊、唔開心啊、痛苦啊咁，注重個人情感嘅表達。